我刻过每一座山，行过每一条海，我了解53条水库的体理。就算也在计划，我下达有一集没办法去执行，我让我相信全日本甚至全世界没冇人做得执行一只计划。打緊呀咯，兩頭緊渣。一條做無爭鬧事的，唔能打幾條，俺用差不多100幾條反抗啦。台灣南部嘅農民根本就冇水源做得乾旱農作物。10年以後，8年以後，一碗水，我下達有一次會永久記得的。等日本人啊，來片作水庫啦水準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。迄個記得做得了解民間嘅事，無聽之後記得做改變想法未啊？也係南部北鄉嘅青年，參考你北鄉嘅事。設計53條水庫，有江南台中嘅事情，相關度上呢，主要就包括農民。